天满心欢喜来到你的家，我们就是到这个教导的话，今天的教导这是课的教导，要无说的大神现在是非常开心来到你的家是今天的教导就是课的教导，我们就是一起荣耀感谢父亲的耶和华，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要关注这个主题的话，就是以赛亚第16章。16节，还有以赛亚书第66章24章，就是说是那个其他的国家是否遵守这个世界的话，那答案都是非常清楚，就说不是。那这个到底是说什么？我们就一起祷告亲爱的父耶和华，多亏你的教导，多亏你的道，多亏你的恩典，非常感谢你，多亏你的商量了。你就给我这个时刻，为了宣讲你传播你的道，到这个到这个全世界，都是跟所有的住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衣服白的，或者是黑色的，黑人的，或者是黄色的，黄人的。不管是谁呀，你都把这个教导传播的所有的人的，为了让他们能受到你的圣洁的，为了这件事，就是你的要无说的大事情的，为了向你要求圣灵的，为了引导他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然后他们就让这一边就亲爱的父耶和华，请听我们的祷告，请把我们这个所有的教导，愿你的荣耀随时要显示出来。我现在每天向你要求你那个永生的教导，就是我现在所传播的，为了带他们返回到你那里，为了他们能够不再犯罪。他们真的要从罪解脱出来，不再做恶事的，这就是在这才能叫是生活。亲爱的父耶和华，这就是一个生活。请保护有这个教导，我放耶和华的名字做了这个祷告，哈利路亚们。我在为你们好，我是耶和华的大使之家来到你的家，我们今天的教导就是这课的教导根据我们就是刚才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这个以赛亚第16章，就是在那个第16到第17节的话，就是以赛亚书第16章是4节，这个就是这个是否说那个其他的国家必须要遵守这个世界的话，根据那些在教训人遵守这个世界的话，这个就是这个教导是在全世界，尤其是在那些教人的遵守那个系列的话，我们就是要读下放耶和华的名字来读下这个以赛亚书第16章，我请你们跟我一起读这个是教这个上帝的道，然后那个请你们技术员的就是准备好之后，就你们就把这个放在屏幕上面。以赛亚书第16章16节，我们放耶和华的名字来读一下，来读，因为耶和华在一切的有血气的人身上必有火与刀深深的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都。这边就是是有上帝跟那些一切的血气的人身上有深深的审判的所杀的必多。那这个就是说，那些是分别为圣的，就是那些比所杀的必多的话，就是他们就在那个接近自己的进入为
根的集中的一个人的活动。这个是这个到底想说的是谁？然后这个发生在什么地方？然后这猪肉和仓是老鼠肉并课程的之后，他们比一同灭绝，这是要发说的。这边那个教导这个都是非常清楚的，非常清楚。因为这个灭绝的话，就是他们吃那个猪肉还有老鼠肉，然后他们在那个集中的在进入园内跟在集中的一个人的互动。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吃这个猪肉的话，或者可以吃这个老鼠的肉的这个话题的话，就是这边说的就是以色列的跟其他的国家是没有关系的话，因为在摩西的律法就说这个一条法律说是不可吃猪肉。我们先读下这个，应该是在利未记第11章，应该是利未记第11章。这个就是关于那个不洁净的动物对，就是在这儿。就是在利未记应该是第几节开始，我们就是从开始来读吧。在利未记第11章第3节，这边这个经文是非常长的话，那我们就是要选择就是对我们是比较我们就读那个比较需要的话，就是在利未记第11章3节。这些都是不可吃的，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分地就是他那个道教不可以不分辨的。第3节，分地分两半的道教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道教后的分地之中的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道教不分地，就与你们不接近。上方的因为道教在地界，猪与因为地分两半的却不道教，就与你们不接近的。这个就是他们因为他们是尽管的是他是分两半的话，却不道教的话，就对以色列的不可吃的，在下面呢也就是这个都有很多那个动物的不接近的动物如果我们说这个关于这个话，就是这个对你们是不接近的。在24利未记这些都是能使你们不接近的，放没了身体就必不接近的到往上，放了到了死就不接近的往上。必要洗衣服这都是那个不洁净的动物就是那个一个厌恶的动物对那些以色列的不可吃的畜肉这就是那个摩西的律法为了给以色列的宗说的。我们就是那个上次的节目教导已经提过了这个话题的话，就是在那个上次那个教导的话，就是那个是上教导的是第13章的教导的话，就是说这个摩西的律法和世界是给以色列的宗说。那于是这个就是就是那个道教，这个道教那个不分别的话，就是就像那个猪肉的话，那你有吃的话，就是我吃那个厌恶的动物如果你吃那个厌恶的不洁净的动物的话，你在那个上帝的面前做一个羞辱的，所以他就要杀掉你那这边所杀的就是那个以色列的儿子们，不是其他的国家。我们来对象那个上帝的教导的话，就在那利未记26，就是他们不遵守这个教导的话，这些命令的话，就是你要得到咒诅。利未记第26章。我们就是从第3开始读吧，就是在利未记第26章。你们若总是落到奴隶经说的诫命的，我就给你们讲下手语叫地上主督上的，这就是那个嘱咐应该这个就是在第14
就是你不听从这个话的话，那就是你要得到这个诅咒。你们如果不听从我的话，不从事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努力，厌恶我的订章，不从事我的一切诫命，别弃我的约，在第16节，我待你们就有这样，我不蒙当惊慌，叫眼目刚鳖、精神消耗的老病的，你们要摆在撒种，因你出地要吃你们所种的。你这个都是灾难的你有尽要读下这个利未记第1420，在那个26章第14章，你要看下这个40节，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你们的得罪击打你们的次次，我要失掉简单领导你们，保护你们北越的处，都是非常都是灾祸到结局就是我有刀剑领导你们的，这就是那个副业法，就说刀剑领导你们，因为你们的比起这个约，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在以赛亚书那里，以赛亚就是第16章，我们再读一遍。以赛亚书第66章我们就是从第16节开始到17节，因为他们是违背这个上帝的约的话与你耶和华在一切的有血气的人身上必有遇到实行的审判。这个就是那个其他的国家，因为当时就是在以色列的主国那里，在那里当时有很多那个有很多的儒生。我们这个是在那个在以赛亚书第56章第6和第7节，我记不清楚应该是到第8节，就是我们的以前经过就是第6节第7节，这边就是因为耶和华在一切的血气的人身上必有呼吁到的实行的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那就是关于这个主题的话，就是在那些吃猪肉的话，就是有在那个违反那个上帝的律例订章的话，就是那个以色列的吃猪肉的话，这个跟那个其他的国家中国人的、英国人的国母跟那个其他的国家跟这个是没有关系的。那些分别为神接近的积极的进入原内根的在其中的一个人的活动，那这个是这个人是谁？因为这个也是在以色列的中发生的，在就是在那个在以斯帖书第8章我们就是到应该是在第7节开始吧。不是这个，我们先找一下，因为这个我们记不起来了，小怎么的？这个是第几章？就是在咱们跟着在第八节，应该是以斯帖书第8章，以斯帖书第8章，我们就是从第12章开始，把那刚才我们说的是错了，第8章不是第9章，以斯帖书第8章，以斯帖书第8章。我们就从第12章开始读吧。我们通过这个经文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就是从那个以斯帖书第8章第5开始读吧。我不知道这个是应该是到那个14节那里就神对我说：“人子，你举目向北
别观看的，我就注目向别观看的，见最大的门边边的在门口有着这些的偶像，就是到这个门口的时候，就是叫上帝愤怒啊！又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的家所行的，就是在自行的这大可憎的是我原留的绳索的，你看见了吗？这个就是那个以色列的，就是把这个真实的要进入在以色列的地上，就不叫上帝在进入在神的圣殿。所以这个以色列所做的，所以就是让他非常生气愤怒，因为连父亚耶和华也不想进入在以色列的地方。你还有刚才领有大可证的是这个真实的话，就是在我们在以赛亚书刚才看到，他领落到园门口，我观看了，江上有一个窟窿，他对我说。在第8章，人子啊，你要挖墙，我一挖墙就见于一门。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的可憎的恶事，就是的。我进去一看了，谁知是在四面的墙上画这样的各样的把无和可憎的作术，并以色列的家一切的偶像。”这个是在利未记第11章，就是我们刚刚读那个经文的，都是在四面的墙上画着这样的，在这些乡前有以色列的几十个长老站在那里，撒饭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的个人说那个香炉氤氲的香气的升腾，他对我说。香气升腾的，氤氲的香气升腾的，第12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的家的长老当中，在个人的话，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亚法不看见我们的，已经立起这地。”他们做这个恶事的话，可是他们说对上帝说这种的话，真的是在这边上的。所以那个以色列的儿子们到现在都是非常恶事的，不会再返回到上帝，不会再转过去在耶路会就是要以色列的耶路会当名字叫亚法，也不会转过来的，也无法钉在十字架上，为了拯救他们的。我们要关注这个教导的话，因为以色列的说这个拯救者还没有讲到这个世界，所以他们之前所做的恶事到现在做这个恶事接下来的时候就是为了拯救你们的，这个就是以利亚，但是他们不听从这个以利亚，他们把这个以利亚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叫我们非常伤心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要继续要再说那个上帝的道，这就是在那个集中的，在他们中间的，在第10节，在这些乡前有以色列的家的几十个长老城里，沙芬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的个人的说那香炉氤氲的香气升腾的，这个就是氤氲的香气到魔鬼那里，他们就拜偶像的。我们就是在哪里，在以赛亚书呢，就是有一个人在他们集中的，在第14节呢，就是撒放的儿子亚撒尼亚，他正在其中的。我们在读下那个以赛亚书第16章，就是我们看到
我们在家的时候认真定的，然后我们就是要考虑好这个宗教律序的所偏离的时候，就是教你总说这个世界教你总说按事理的话，这个是一个不对的道理，因为这个是为事理的总说的话，然后他们通过这个经文的这些经文的话，就教你他们通过这个经文的话，就是教你违背这个法律因为通过这些，因为通过这个这个教导这个经文的话，去上帝的好，通过那个服务亚耶法的话，他说我这个只是为给你们总说的，让我那个不把上帝的话，就是教其他的国家要总说，他们真的不把上帝不把被咒诅的。这个就是那个撒放的意思因为亚法在一切的有血气的神圣的必有余多这个就在那个以斯帖书第8章，就是他们都被所杀的，就以色列的所拜偶像的，以色列的儿子们拜过偶像的，他们就被灭绝的，这都是荣神的，不是动物都是人的荣神的，他们都有被所杀的，就是犯荣神所做这个恶事的话，都有被所杀的。还有这个就是那个撒放的儿子，当时他是当自私的。我们都看到这个，在这个以赛亚书第16章第16章的话，就是这个所说的话，就这以色列的儿子，我给你们证明的。然后你们就说这个我就是对这个经文的话，就在以赛亚书，因为他就是在那个最后就因为他说都受被亚法所杀，都就在那个都被灭绝了，就是在入圣的都被一同灭绝的话，这因为他说他有给那些在一切的有血气的人身上有神圣的审判，在第16节，因为亚法在一切的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后遇到神圣的审判的，被亚法所杀的必多。他说要灭绝的必有多。我们在那个就是在17的最后那个段，他们必一同灭绝。根据这个情况上的话，就是以色列的儿子们都必灭绝的，就是在那个可是这个恶事的事情已经发生在耶路撒冷的门口。我们在读下那个这个话，就是这个以色列的儿子们都被灭绝的，因为这个是这件事，这个非常这件恶事的事情发生在门口的话，就那个全城市都做这个恶事。我们在读下这个请等。大神主仿佛已经受到人是抓住的一路头发，临就将我遇到天地的中间，在神的意象的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的门口。这个就叫他要在那个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的，就是在那个门口，在那里有触动的主怒的偶像作业，就是日冬季的邪德。随之在那里有以色列的神的荣耀，形状的与我在的平原的所见的一样。神就说：“人家你举目向别观看了，我就举目向别观看的，见祭坛的门北边的，在门口有着这些的偶像。”上帝就是在耶路撒冷的灯门口，就在父亲那方所进去的当门的，这个就是发生那个这些的偶像，那就上帝那方就是非常愤怒，说你们干什么事？因为由于那个以色列所做的这个恶事的话，就是来那个门口经常是到门口。
都是充满了这些的偶像。为了这个就是那就是以色列的就是又被拆掉了。那这个就是以色列的有没有被？就是我们然后回答就在以赛亚。他们如果是给你们的给你们杀掉的灭绝的话，你们全部就说不会全部都灭绝。因为根据那个其他人的想法的话，就是这个不是让你们开心的，因为你们所做的，所以就让上帝要放怒的话，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以色列的在听我的话，在第22章。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这样的在我面前的称颂，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的称颂。”在第12节那里，因为就说有灭绝那个以色列的后裔的后代的话，因为他说他把那个儒生的必要灭绝的话，就是放逐在以色列的，不管是穆圣大人是那个还是以色列的。我想说这个穆圣大人的话，就是那些因为这个与他们同在的话，就被上帝要灭绝了。然后他说他说如果是这样的灭绝的荣神的话，然后他就是在那个第22章。他就说：“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这样在我面前称颂，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称颂。”这边父耶和华就宣布我所要做的新天新地的这样的在我面前称颂的，假如说都把你们的要灭绝的话，你们中间还有剩下的。但是不是说在那个新天有不这个经文不是说的这个世界和摩西的律法，也总说在新天新地那里。你们就是像蘑菇讲嘛，骗你们的，就是他说在那个要总说这个世界和摩西的律法在新天新地你们不总说这个不听从这个叫上帝道的话，就是你们的，因为这个是魔鬼的想法，上帝已经说过了，这个是不可以加添的，不可以上建的，这个跟其他的国家没什么关系的，上帝不会骂你，因为法律记载非常清楚。因为这个就是为以色列的，就是说你可以对上帝面前，可以父耶和华面前，可以说是这个是不跟我们没关系，这就是那个耶和华雅虎的教导，教你们的要遵守这个十条诫的话教那个其他的国家遵守世界的话，假如说上帝这个打个比方说，我所造的新天新地的这样在我面前长存的，然后他就对比，他说你们的后代是这样，假如说都把你们的儒生的灭绝的话，然后他说不是全部要灭绝的，要剩下的，一定我要保存，有长存的剩下的，这是上帝所说的，然后他们就有长存的一些这边说的就是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的这样的在我面前的长存的，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的，这个就是个对比，就是假如说把你们的灭绝的话，就这样的在那个新天新地的这样的在我面前长存的话，你们的后裔你们的名字也这样的长存的，就是以色列的是不会废掉了，以色列的后裔不会废掉。假如说在这个地球上的他的后裔不会全部都废掉的话，不管是在哪里有什么灾难的话，他们的都不会灭绝，因为父耶和华的教导你们不可以抗拒。假如说在那个非洲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神的王国最新宣布非洲要发达起来的话，就是我们就看到那个奥巴马总统的话这个都是在我们这边，然后他就当总统。现在那个非洲还没有动静的话，但是你们要记住这句话的话，就是那个非洲要发达起来的，尤其是就是那个南非那边，然后那个
全世界在他面前的都要把他，你要想除了耶路撒以外，全世界都把他们，你们要记住这个实话，我们走着脚吧，就是那个非洲要发达起来。这就是那个每逢有说按色列方有学习的比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亚法说的，就是在那个在以色列的罗生的，在那个那时候就是在以色列的罗生的都在亚法面前下拜，这个就是在那当时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因为这个情况都已经过去了。因为他们都已经不公家，已经被拆掉了，他们都已经被移民到别的国家。因为这个就是那个现在只有剩下的，然后这个剩下的就是那个巴勒斯坦，然后那个阿拉伯来的时候就要攻击这个以色列的，然后他们就变成了巴勒斯坦，然后那个所有的住在那个以色列的，当时所有的住在以色列的时候，他们都变成了阿拉伯，因为都是通过那个混血的。如果你知道懂得故事的话，你就知道我所说的。我到时候到时候就把这个给你们解释一下，就是那个全世界的结局，还有亚乌说的大事的时间，就是要给你们的，要说那个末日的，因为上帝就不定的，上帝定不犯罪的人，因为他不定罪人的，因为他定的不犯罪的人，就是我们所看见，那这个都是真切绝对的真理。那就是那些就说那个安息日，就是那个每逢月的安息日放，就是那个安息日放你学期的比来着我们前这个就是在那个。在24，他们比出去观看那些未必为人的尸首，就是尼布甲尼撒那个波斯人的、亚述人的、罗马人的，都已经攻击他们的，都已经，还有最后就是那个德国人的来统治他们的。控制他们的。我们说我们不说这个，我们今天就说是那个从前呢，就是他们所得到的痛苦就是那个人的都是别人的杀了之后，然后他们就光看违背我人的尸首。那这个违背是谁？违背就是以色列的。那我们来查一下这个关于这个违背的人的是谁是违背？在耶利米书第4章这个是在哪了？就是那个以色列的违背的人。我们就慢慢查一点。耶利米书第3章。就是耶利米书第12章第3章第12节，就是让我们把这个放在那个屏幕那里，就是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的这个就是那个违背的，就是我们是再读一下耶利米书第3章12节，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背到以色列的回来吧，这就是那个，就是违背，就是那个违背的人，就是都有光看那个违背的人的尸首。这个就是上经说这个是以色列的，你在关注的时候，就说这个就是以色列的。我们在读下那个以赛亚书24章，然后他们就出去观看那些就是在
他们就必须去观看那些未表达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种子是不死，他们的火是不灭的。我们在在以赛亚书那里，这个种子在哪里有看到？这个就是在下地狱那里啊。以赛亚书第14章，我们先通过这个圣经的话，我们不叫我们的弄错了。以赛亚书我们就是第9节开始吧。以赛亚第14章第9啊，这个就是种子，我们在那里发生过。你想到的阴间就因你震动的来迎接你，这个就是在下面的阴间有因你惊动的在深层的为首领的阴魂的，就是他就是要把那些阴魂的要震动的，并是那曾为列国的君王都立其为正气啊。第10节，稍等下。就是他们都把列国的君王都立为正气啊！你要关注这个，就是你们所做恶事的话，就是他要把你们的要都立为正气。为此，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你也变为如父啊，像我们一样嘛。”第10节，你的威势和你的金色的声音都像阴间的，你下不是虫子。这个就是你不在就是在以赛亚书说虫子都在下地狱啊，说的都在下地狱。我们就说看一下关于这个上帝的道。我们就是在读下这个上帝的道。稍等下，请你们稍等下。我们在马可福音第9，马可福音第9章。就是你确定永生的，这就是说的，就是在地狱里面的，就是你种子在那里不会灭掉了在马可福音的第18章，在那里种子不死，火是不灭的。这边话又重复说的，所以这个就是让你们的要考虑下，因为这个就是我一年这个教的话，只要你对真正的上帝面前做恶事的话，你们就下地狱了，下地狱里。那我们就是从在这边就说就是说的就在地狱马可福音的。我们就读下去。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将入有2个睁眼的，别丢在地狱里。然后这个地狱里面就是他说在那里有虫子，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那就是以色列那里不总说这个的话，然后上帝就把他们就下地，就在十条诫的时候，在我说的时候，就是他说你这个10条诫模式的律法不给你们其他的国家总说的话，你是要我说你不听从你我说的道的话，就叫你不再犯罪的话，然后你死了之后，他就把你下地狱里啊。因为这个都是非常清楚的话，就是你不在种子上面，就是你住在一个坟墓上面，那里有充满的虫子，缺你灵魂的，就是下地狱里。我们的教导是到这里就是祝福
妇你们就说要说到这个教导的话，这个就让你决定了要回到要来到亚乌刷这边，所以你要下决心的。你在刚见我的时候，现在就是那个政治的离婚的这些教导，就是在把你们的你们捧起来的话，就不会离弃这个是调解和摩西的立法，我都是给你们的。相似的给你们解释假如说你们要去那个火是不灭的，或者是在那里那个有个中色不是的，就是在就是在地狱里的话，这个火是不能灭的，或者是你可以选择，如果你要总说这个是调解的话，你这个是调解说不给你总说的话，你就是违背法，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就违背法律，给你进教育过这个模式的立法是调解说不给其他的国家总说的话，给其他的国家总说的话，就是要我说新联盟，法语说是新联盟，你要总说这个新联盟，在这个新联盟中有法律有律例的，那这个就是我说的法律，你要不要总说这个是调解，圣经就说这个不对你。这个不给你总说的话，你就别再说是这个是给我们总说的话，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就是你向上帝要斗争的话，这个就在你在那个上帝中间发生的冲突别这样做的。我们的到此也无法祝福你们，我们一起祷告。最好这个在我的祷告之前，这个是一个好的智慧，就是你要信奉这个教导的时候，就过来受洗礼吧，别再想个办法为了抗拒，因为这个道理都已经不对呀，因为你们这个总说这个是个调解然后你对我说是对那些以色列的话，他们就是要给他以色列一下我说的，其实他们不信奉要我说的。我们下课的教训的话，就是这个关于这个要说这个主题这个就让你们要记住好，记住这个就是给以色列的，因为对那些以色列的，他们以为是没有那个拯救者。你们的以色列的说是打什么之后才能到这里？他已经来过这里，那拯救者已经来过这里，他的名字叫亚胡说，与他同在。现在是大家都叫那些其他的国家，美国人的、法国人的、非洲人的、巴西人的，或塞内加尔人的，或者是印度人的，或者是你是阿根廷的。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国家，或者是法国，或者是尼日利的，或者是毛里求斯人的，放住着这个地球上，我都呼叫你们，不光是意大利的，或者是加拿大人的，是要向你们要呼叫你们，因为现在是时候要到，要叫你们进入，要我说时间已经不多了，因为全世界都已经在那个恶势下面的，我们都要关注在世界发生这个大战，因为这个大战都是通过这个要我说的教导，我都把给你们宣布到你们的结局我给你们说，我在宣布之前你就已经死了，你不与我说同在的话，我就给你说的清楚，或者你要下地狱里，或者是你要在火里因为你不总说这个，你不听从这个教导的话，这就是你们的结局。因为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上帝能除掉你的罪，除了父耶和华和耶和华，通过耶和华我们就可以得救的话，就是我现在给你们传播与他同在的话，就不再犯罪。我们再强调一下，与他同在就不犯罪，这个是上帝的质量的，就是按照那个约翰福音第8章第11节不再犯罪，只有在我说里面有这个教导才能成真了，反倒之力
才不犯罪。那这个说的是在这个不是一个人的，或者在这个不犯罪的生活中的还有许多人的。现在该你了吧，该你了，不会再犹豫啊！你在犹豫什么？你赶快报名的。这个就是我们那个，这个是那个 WhatsApp 编码。那我就是叫你们把这个 WhatsApp 这个 WhatsApp 要把它放大一点。就是你们要听这个教导的时候，你们要兴奋的时候就赶快要报名的话，你们就想个办法要到这个商量里面的。就要说心里的话，你们可以在那个微信上面发短信过来，因为这个就是这个用不了多少花费的话，你就收一点钱，然后你们在那个我们通过这个微信的话，我们就可以聊天，可以交流，就是也无说的CD都在这个要解决问题的话，你说这个有问题的话，我们的目的就是你能够生生的听上天的，因为不犯罪的人的真果然有福啊。那就是你要看在地看见，就是你所个目睹啊，你说你真的不犯罪吗？如果在犯罪的话，就不会给你们这样的。因为要我说的，大师说我不犯罪呀。第一就是你所目睹的，这个就最好的就是不犯罪，这个是最好的，让我们的非常好的消息。然后叫你们我们去哪里吧，我们跟随呀，我说我们就平安来到听上天的，赶快报名的熟悉的话，然后你说我要熟悉，我决定的要熟悉里的话，要我说动在就是你所传播的，要我说然后给你要一起去上天那里，这个就是你要去那里是100%，还有除掉罪的话是100%，这个是不会发生在这个地球上，但是只有在无说里面，就是西家所传播的教导，这个就证明的，只要无说是真正的上帝，要跟着的，要跟随的，你有下决心的，别再犹豫呀，因为给你们的证明的教已经很多。如果你们不再转过来的话，你们就被安排到下地。你在这个罪里面已经很多长时间了，有没有想动了？就是你所敬拜的上帝是假的，你明明知道犯罪都要下地狱里，这个你要想好。你要想动了，因为现在在这个地球时间快要结束了，要我说大师西家要祝福你们要平安来到要我说这边，我说的就是你们我是得诉说的，就是你们在外国那里，就是你们在那个在 YouTube 上面，就是在 RTV.com， 你们就可以关注那些教导。听你们要认真的听这个教导，你们听这个教导的时候，你们就记住这件事，这个教导就令人不再犯罪，这就是要我说他是那个拯救者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就随便的，你可以选择要跟随他，你就可以得罪。你不跟着他的话，那你就准备下地了，下地了的话，如果你说不怕什么都不怕的话，那你都生病的时候，你都得到疾病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去找医生了？因为你要就是你们在离婚的，就是说自己那个离婚的，他知道他下地里，但是在无说里面不怕死的，但是要就是那个折磨的话，或者得到痛苦的话，这个就让我们伤心的话，我没说是我说是不会，我没说是不再生病了，我说是不再犯罪。你导演无说的时候，当导演无说的时候，他会帮助你，你先过来。他说你们先找到他的天国的时候，然后所有的一切都要帮助你。那这个你要所寻找的就是要那个永生的。那这个要我说的教导就到这里，要我说祝福你们，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父亚耶娃，多亏你这个教导，我非常感谢你。
我相信呀，他们都能够明白这个教导。你果然帮助我，为了他们能够明白这个教导，因为这个是非常清楚、非常接近的教导，非常清楚。亲爱的父爷爷吧，请拯救那些其他的国家，因为你差我来，因为是你为了这个差我来的，为了叫外国人的数目充满了，为了荣耀归你的神的名字，请拯救他们，请打开他们的思念，为了他们能转过来，为了到这个真的教导，让他们知道那些翻译那些语言的，他们能够明白。为了就是你在他们当翻译的时候教他们明白，就是在他们的思念中的，在他们的在他们的思念中，他们听到这个教导的时候，不会再让他们再留在那里，让他们的不平衡的，因为就要然后他们就是要心里不安的感觉，然后他们就要来，他们就希望要得到拯救。愿他们的要希望要与你有所同在，赶快要叫这个全世界悔改，叫他们要去你那里，叫他们要听到这个教导，把这个教导传播这个全世界，让这个全世界的人的要听到这个宣讲。亲爱的父耶和华和耶和华，永远的荣耀归你。我希望你要回答我的祷告，让他们知道，让他们感觉得到你这个就是爱，为了证据的爱，还有传播你这个传播要无说就是你所带来的。亲爱的父爷爷吧，请彰显到荣耀，请大方的胜利呢，为了拯救所有的人的，要叫他们传过来到你那里父亲爷爷吧。我奉耶稣的名字做了这一切祷告，哈利路亚，阿门。耶稣祝福你们的，我们下一课的教训再见。